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评咱来讲，争夺明朝的天下历史故事，过去戏文定咧搬。朱洪武甲陈友谅两个伫咧对决，教路买手，朱洪武得天下，陈友谅逼甲绝路，目睭金窟窟，讲朱洪武你真正手段粗残，无所不至。这句台语的成语，无所不至，拄我甲华语争差一字。你若讲华语无微不至，对，啊有影解说无共。你讲吼，哇，林牵手安尼辛苦病痛，你也顾，也顾，对百般用心，无微不至，意思讲真周到，安尼讲会通哦。毋过台语的无所不至解说无共哦。手段粗残，什么恶、什么毒的工作，伊都敢做。咱嘛听好形容讲无所不至，程度真彻底，拢会当用这句成语。结果吼，陈友谅安尼伫咧操朱洪武，朱洪武也应声，边仔一个牙亏线的行出来。当然毋是像国情安尼落爽啊，毋是啦。人伊亏线是看看一，讲陈友谅，你也毋免怨言。过去。所有你会行上这条路，一切的计谋，毋是我的主攻设计，正正是我排定布局、本山人的用计啦。刘伯温，天下第一军师，叫陈友谅毋免怨叹，毋免计较，一切就是国父基主而已。这句国父基主，原来台语的成语，原来甲华语都要差一字。你若报纸伫咧看，伫咧看，人华语讲做国为基主，毋过台语改这个父。是毋是迄个境界真明？即个动词用了真好。你负你的，我负我的，安若做国父基主。咱知啦，陈友谅死了后，真正明朝江山去互朱洪武揽去。伊即个人真反面无常，所以身躯边的所有济这五虎将功臣，一个啊一个抬，敢若一个抬无着。郭正头对我讲的，刘伯温可是赢咧故闹还乡，因为伊气恼还笑。这句气恼还笑，有缘嘛是台语的成语，甲华语差一两字啦。你若华语，郭正头对我讲，册咧印报纸咧看，烦恼翻动，安尼免哪听有？毋则戏台顶小声老声，甲改叫做气恼还笑。在国正咧研究，这原来甲汉语的乡头欢笑完有牵连，毋则对这句成语安尼说过来。